日本44歲嘅母親真由美，用一場跨越國界嘅抉擇，為自己嘅人生畫上咗溫柔嘅句號。2020年12月，身為2個女母親嘅佢，確診罕見 HPV 型末期子宮頸癌，癌細胞擴散極快，短短數月便蔓延至全身。試過所有治療方案，病情仍持續惡化，難忍嘅劇痛同反覆落空嘅希望，讓她萌生咗想去瑞士接受安樂死嘅念頭。2023年11月，佢向家人坦白決定，丈夫雖內心掙扎，但最終願意選擇尊重。高3懂事嘅大女表示，想要成為媽媽那樣堅強嘅人。小學6年級嘅幼女起初抗拒，反覆追問可唔可以再等等。當真由美致歉，對唔住，我生病了，再遲可能去唔到瑞士。幼女一句，呢啲唔係媽媽嘅錯，道盡咗孩童嘅溫柔。出發前，真由美準備好相簿，送俾2位女兒，丈夫就陪佢踏上依次，既是首次，亦都係最後一次嘅人生旅程。係瑞士嘅最後時光，佢寫信告別親友，整理好俾2位女兒未來嘅生日卡，仲悄悄錄製鼓勵嘅影片。安樂死執行當日，網上視頻接通2位女兒，電話另一邊，2位女兒強忍哽咽，勇敢咁講出：我好高興媽媽被釋放了。呢句話讓一直堅強嘅真由美淚崩。她一想到快要死，再也無法回應呢份支持，就感覺好唔甘心同後悔，而淚流滿面嘅女兒亦大為不捨。最終親手開啟藥劑嘅開關，安然離世。如今大女考入第1志願大學，幼女順利升上中學，母親留下嘅溫暖，始終守護住2姊妹嘅成長。